金色 5S 脫俗顯貴氣，強國人鬧 5C 搶錢。新 iPhone 尋日喺美國率先登場，9個鐘頭之後破天荒移師北京舉行發佈會，但一開始只係重播美國發佈會嘅片段，新意誠意通通欠奉啊！好彩之後有試機嘅環節，記者可以親身試玩。試機嗰間房擺咗2張大木台，分別放置 iPhone 5S 同埋 5C。起初2張台嘅人數就差唔多嘅，但係好快啲人就逼爆 5S 張台啦。話晒 5S 嘅外形同功能都有新嘅 gimmick 啊嘛。雖然之前有唔少人彈 5S 嘅金色機身俗不可耐，亮到爆，不過記者就發現又冇想象中咁難頂喎。背面嘅磨砂金色唔會過分搶眼，反而仲有一種低調嘅貴氣，手感同美感一樣咁正啊。至於 iPhone 5C， 記者試用嗰陣就發現，雖然部機膠味十足，不過就勝在手工夠紮實，手感唔錯，加上撞色設計嘅外殼，在場唔少記者都不停試砌唔同嘅配色效果啊。但係五顏六色嘅 5C 價錢就討唔到強國人嘅歡心啦，最激氣係貴過大部分國家同地區啊嘛。單就 5C 嚟講，係赤裸裸嘅搶劫啊！同 iPhone 5一樣功能，換咗個塑膠殼，成本大幅下降，仲賣咁嘅價錢。有分析師就指，蘋果始終唔肯放下身段，搶攻內地中低價市場，好難同一般只係賣700至1500人仔嘅國產智能手機鬥啊！未完㗎，觀燕盞想你食更好，過節星呢食觀燕盞黃金鮑魚，快啲去觀燕盞啦！